当然就讲作为个创作者吼，安尼过度上个同大家讲的话，类似这个内心的最底部的素材啦吼。一道东西安尼要表研究，老实讲对安尼个人有清楚的意义。所以将一道东西拿出来吼，透过创作，透过歌谣。我认为真有可能，比如讲，本人听起来有感觉，甚至于讲有感通。一条题材，因为唔係講，佢俾出去那條，就看到一個陽江嘅風景，你就去寫出來。當然，你作品也有啦，但係對我嚟講，安尼東西其實冇法度滿足我創作嘅。對於一個內容嘅要求，我希望一條歌哦，唔但呢個唔彈到，譬如講，我條歌當好彈哦，我有條歌嘅歌詞寫得當好哦。我即個嘅要求唔但係呢，係咧希望講彈到一東西嘅時節哦，一條歌嘅東西哦，係要以即個為我哋講共鳴。一個共鳴嘅意思，就講而不想到以即個嘅事情咯。其實一件作品輕重嘅部分咯，我哋講每三年去彈音樂也好，看你做法也好，而去欣賞一個作品嘅時間，其實唔係搶彈一個作品嘅講法嘅法唔係，其實也係一個媒介，一個媒體，本佢看到嘅時間，想到以切格嘅事情。所以我寫出個插貨點，他個彈到時間，而不想到講，佢不卡沒有插貨點嘛，而過去生活地本沒有插貨點嘛，而彈到講蘇破邦媒體插貨點門口錯了，因為講而沒有安尼體驗嘛，係安尼，所以音樂會感動嘅作品會感動嘅係安尼來嘅，所以我寫做太湖山，喺太湖山下生活嘅人群多，唔但係客家人。一個原住民將太湖山當作一個神山啊，所以談到一個時節，而會想到以前個對太湖山的想法，也係歌謠最重要的部分。所以我喺創作一出題深刻嘅東西。